在日新闻要来关心花莲的消息，花莲县政府呢，甲地动受灾户昨举办说明会，煞呢引起冲突。秘书长呢姚中说明，即摆募款的金额真少，无法度提供私人中建使用，甚至讲这个善款少是因为真侪网友伫讲到一寡控了善款有问题等等代志，和灾民真生气，甚至无想要开会。很少捐善款给我们，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现在可用的资源呢，真的很少。花莲县政府和地动受灾户开说明会，不过现场的受灾户心情煞真歹。我告诉你们，不是这个，我告诉你们哈，这个家交错了。怎么我们现在捐款，人家都不捐了？因为政府滥用。拄听是女力讲，甚至有受灾户气甲离开，因为县府秘书长廖通讲到人伫咧并册顶讲，大家寄汇善款流向有问题，所以即摆募款是真少，互灾民是规巴都火。有人伫咧网络顶抛文讲，廖中甲灾民讲，款项无可能提起互私人乡。但是如果你在那个说明会，你在讲东讲西，一下讲赈灾捐款不足，然后一下讲说啊，就只有内政部的450万，然后又举了很多例子，那我觉得那对灾民来讲都不是一个安定的作用。在住户有一些是希望补强只有2年，我们赶快可以进去；但有一些人是希望说，你不重建的话，我们房子完全没有价值。花莲县政府捐款的专户，即摆大地动刚有募款3亿块，加上中央的9亿，拢总12亿，含进前2月初6大地动的27亿是增差2倍块，而且即摆受灾户嘛比顶摆受灾户更加多。重是不是要改建或者是重建啊，或者是修缮啊？我想这个都是会交由我们的这个灾民这个所有的住户大家共同的讨论。说明会顶，县府灾民起冲突，廖中是回应批评媒体，讲到公部门预算袂当用伫咧私人的厝，即摆募款真少，伫咧预算有限的情形之下，要如何规划这条钱，恐惊嘛可见政府的智慧。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